多謝展銷聯盟介紹，又嚟到中資銀行做員工展，今日係另一間分公司天朗氣清，仲見到好多展銷戰友同銀行上次嗰位負責同事，佢一見面就問今次帶唔帶夠貨啊？我心諗今時今日只會唔夠生意，點會唔夠貨啊？佢真係好幫手，準備好場地就即刻 WhatsApp 溫炸全公司同事落嚟幫襯，真心祝佢馬上升職加薪。雖然係同一間公司唔同地點，只要同事有新鮮感，一般都會正常發揮。最驚喜係竟然有舊客出現，有同事同我講佢哋係專登幫上次 office 嘅同事代購，呢啲咁好嘅同事去邊度揾啊？其實做員工展，我最大嘅收穫唔係即日嘅營業額，而係源源不絕嘅精準客戶數據，因為都係同一地點而有高消費嘅客戶，日後再開團購送貨一個點搞掂晒，唔方便收貨都可以俾同事代收。上次都做過一次，有10單左右，幾千蚊生意，30分鐘完成派貨，真係方便快捷好嘢。你知唔知點解我每次做完一個員工展都可以合法合規咁收到30到50個員工嘅 WhatsApp？ 秘訣就係永遠叫客戶主動加我，而唔係我主動加客戶。方法好簡單，只需用免費平台做個二維碼，客戶一掃就會自動開啟 WhatsApp 並傳送預設好嘅信息俾我。咁樣唔單止避免被投訴封號，網址連結時客戶都可以直接點擊。大家可以掃描影片二維碼就知效果。如果想學呢個方法，就掃二維碼後再發出就知答案。就係靠呢招，2年多我收到超過1萬個精準客戶 WhatsApp 數據。善用呢啲大數據，每年都可以零租金、零宣傳成本情況下，輕鬆提升30%生意。因為客戶已經喺我手機裏面，適當時候 WhatsApp 收單。下星期我會再到呢間公司最後一間分店，我打算請之前其他分店客戶幫手推廣，試驗一下呢個代購 2.0 模式，效果如何？記得留意我下次分享。如果你都想學識呢招二維碼客戶數據收集法，立即掃影片二維碼，免費獲取基本教學，一齊善用小技巧，一齊成為展銷爆數王。